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南市的今年8月时阵有来设交通助理员，结果呢，这反应是有好嘛有歹。有议员是认为讲重点应该是爱补充这警察的能力，所以交通助理员有选的应该都爱甲汰掉。目前这市政府是先暂停助理员开单的勤务，也毋过民间团体刷发起联署的行动，要来抢救交通的助理员。穿感色嘅衫咧，顺道台南街头巷尾交通助理员，自今年8月上路开过清场罚单，有民众发声支持，冇反对声音，各界看法拢无同。落尾台市政府决议先检讨相关的执行甲宽限分工，停止执行违规开单的工课。不过，即阵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协会发起抢救交通助理员的联署，有上千人支持，因希望市府上无爱保留交通助理员，勤务内容后续会使调整。毕竟他们不是警察，对，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受过这个充足的专业训练，其实是会比较人家质疑的地方。交通助理员他其实也有帮助政府点出他们的一些交通设施的不良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开单处罚的功能而已。台南的交通不会只有靠交通助理员就可以改善的。根据统计，今年8、9月份，台南市交通事故案件平均年加时间减1.9%，显示交通助理员上路了后有一定的效果。事实上，交通大队指出，目前交通助理员的勤务滚动式的检讨，包含路口交通维护、交通安全宣导等部。虽然交通助理员加减减轻警员的负担，不过民代也是认为，补助正式警察才是解决的办法。市场有压力，就交通助理员不开单了。但是问题这样也不对啊，不然你请这些交通助理员来干嘛？但是呢，往后还是要补强警力的部分。有类似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明年度他因为没有经费的关系，就是没办法再延聘我们的话，我们也是要接受那个上级的指示啊。大多来宾敢若讨论即阵无设交通助理员，交通大队指出，明年度交通助理员预算已经有变，18助理员编制嘛先保留，未来个调整勤务，因望伫咧维护交通甲民意之间，通找到平衡的解决方式。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